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心中都有一首歌。2021年4月，40位少年收到邀请，来到藏风美少年的舞台，为家乡而唱。藏风美少年集结完毕，遇见少年出舞台见。在第一次公演之前，40位少年将围绕现场10个蓝色座位代表的队长席位展开争夺。未知的规则，未知的舞台，少年们依次释放藏风之力，打开这一切未知，以少年之名为家乡歌唱。花丹，20岁，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。哇塞！我今天参加藏风美少年的原因是，就是想展现自己。第二个话就是想跟自己家乡歌唱。贡丘族，21岁，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。在这里还可以喝上我们家乡的牦牛奶啊！啊，这只有我们2个。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有很多人吧？你看这里，也是啊，这挺好喝的。对，有从小喝到大那个感觉。牦牛奶啊，好喝吧？非常棒。
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是的，色达。嗯，你呢？我从松潘。松潘，阿坝州嘛。对，我去过，好玩吗？还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贡秋竹，对，我叫花灯。花丹。啊，对。哦，非常棒。紧张不？有点。我进去选位置的时候，因为花丹坐在那里嘛，我就觉得我要是坐他旁边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可以有人说话，然后就比较的，可以平静一会儿，对，不然的话太紧张了。泽翁仁真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卢霍县。康巴汉子，帅，太帅了。他们第一开始就看到我这个外表的话，他们觉得你是不是20岁？我说我是22岁，他们都不相信。一旦接触起来的话，他们都相信了。因为我的话，就外边的话特别那种成熟，但是内心的话却是个小孩子，就那样啊。康巴汉子，这胡子太帅了，你看他的胡子，高冷，魅力啊！太高冷了。宋恩宇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。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帅。我坐这儿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松潘的。松潘，对，阿坝州，对，阿坝州松潘的。一起的，我也阿坝州。你是哪里的？金川的。金川。哦。我当时推开门的时候，我前面只有3位选手在场，但是我觉得这3位看着就像康巴汉子一样，挺让人那种感觉自己很渺小。高义磊，21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。你好。Hello，太帅了。随便坐。可以随便坐。你要坐这里也可以。感觉都挺紧张的。对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感觉你不紧张。其实我心里内心非常的澎湃。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可以喝。那边的我好像见过。那边那个吗？啊，上次我们一起拍宣传片。哦，难怪你看的那个高一磊。对。高一磊的，他叫高一磊。难怪你们是认识的？不，我不认识。哦，第一次见，都第一次见。哦。我这次来参加造福美少年，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家乡是康定嘛，然后我父母都在康定，然后我想他们在他们的同事面前、什么面前，对，给他们争争光，然后也想为康定宣传一下康定。康定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城市。
永丁然杰，29岁，青海省玉树市。哦，你好，你们的歌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的歌星，我随便选个座吧。可以可以。我听过他歌，我们藏族的明星那个。我坐那边，我坐这边。哎呀，纯牛奶。好紧张，来的都是有实力的。杨定康，22岁；杨定顺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。Hello，这两个是双胞胎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两兄弟。你们也来了，这两个是两兄弟。这可以喝，这巨好喝。我小时候跟我小时候喝的那一模一样。真的？对，我好久没回家了，有点想，喝的我有点想家。康定的，有40个人是吧？对，40个人。你紧不紧张？还好，有一点。文昌泰，25岁，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。扎西区批，23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。洛桑顿珠，23岁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巴县。洛松丁真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。Hello。哦，这个歌词好高，我的天！啊，帅哥，还有喝的。喝的啊，可以。哦，小胡子也很少。C 位。自己还是能参加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节目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哇，这么多，又帅又高，第一次听又高，然后就能参加这样的节目，就是还挺有满足感。你们以前参加过这种节目吗？没有，以前从来没有。没有啊。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的？甘蔗。甘蔗。甘蔗啊。对。你会跳甘蔗踢踏吗？不，我是巴塘的，巴塘。我会跳巴塘弦子。会说话就会唱歌，会走路就会跳舞。对。上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上来。不然你一个人坐在后面好尴尬。对。他们聊得太开心了。他俩是双胞胎啊？你看像吗？你好好看一下，我们俩说像，这很像啊。对。是吗？不是亲兄弟，但不是双胞胎。哦，亲兄弟啊。对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。哦，我是3弟。他是我们俩的结拜三弟。结拜三弟。就是之前我换了个位置，因为我跟杨定顺，我们是之前就认识的，就跟他们两兄弟之前就认识。然后杨定顺呢就有点幼稚，然后我之前说他傻兮兮的，我也有点傻兮兮的，就能傻到一块儿，能玩到一块儿。有人来了。才白，24岁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。帅！哇哦！他没有胡子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说哪一个人没有胡子？没胡子。Hello，见过。哎，这个为什么喜欢？他是我认识的。C 位留给你。往这儿来。噶玛斯德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。Hello，又来一个。好，坐这儿。可以吧？真的。
财旺罗布，24岁，西藏自治区那曲市。我跳舞 ，Hello， 你是我，这是偶像，你们知道财旺罗布？就之前另一个节目《明日之子》另一个节目，特别火，他唱歌巨好。本人看着比更瘦。你也来参加这个节目了吗？对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一起加油！看到他们，然后个个都是一些都是模特啊什么的，就特别帅，特别可以符合那种藏族人的审美。有一些选手，对，特别帅。他是来做选手吗？做导师啊？应该是选手吧？选手肯定是选手，跟我们坐一块儿。对。但是不要有压力啊。他很有实力，他真的唱得很好。康平多吉，22岁，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。来了。他怎么进了？哦，这个好高呀！他已经选对位置。大家都选中间。这是我们藏区的吴彦祖。哎，真的，你这样说的好像吴彦祖，有点像。像初次见面，我对财旺罗布的印象深，因为财旺罗布老师他本来就是一个艺人，唱的歌、综艺节目都比较好听，就一来就看最先就关注他，自己也想跟他一起就合作啊，一起生活中一起交流，很开心。沙吉道州，27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。来了，来对了，哇哦，帅，是不是有小玄机？感觉错，欧帅，你是没看看？参加这个藏族美少年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也比较喜欢唱歌跳舞。而且我觉得藏族有很多就是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啊，就缺乏一个这样的平台。主要是想着就是站到这个舞台上，展示自己，展示家乡的美。看到吗？是听到没？哎呀，那个不错。这边是康巴汉子。易西罗布，20岁，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。又来一个。就刚推开门一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内心很紧张的，因为一推开门我就看见很多以前我就知道那些比较知名的少年了。然后内心就比较又激动又紧张，然后我就看见了财旺罗布老师，然后我就在他第2排的座位旁边，然后我就在那儿坐下了，内心还是比较激动。易西翁修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哦，你以为是那种大座位吗？对，帅，对，他说，Hello， 尼玛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。是第排吗？大家好，小太阳，晚上好，小太阳来了。不愧是小太阳，感觉他认识的人很多。对，我这个发型不错。顿珠，25岁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贡觉县。
牧区的，生时态就刷到过。对对对，又是一个发型很帅的朋友。 C 位都被占完了，没有，C 位都被占完了。哎，我想坐那边，我说实话。我跟小太阳坐一起，我跟小太阳坐一起，抱歉。就是换过来。跟你坐一起好。我拿2个牛奶。我就是觉得中间的位置可能镜头比较多吧，咱们以一个就是演员的这个素养，就是要自己找镜头，自己要找饭吃，所以我就尽量往中间坐。才旦多杰，27岁，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。登巴扎西，25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卢霍县。龙布扎西，25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录曲县。位置随便坐吗？颜值啊，康巴汉子，来个帅哥，给我。白马木洛，25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。这不是我们的最美交警吗？最美交警，本人比照片还帅哦。贡区华，25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好了，真的帅！哇哦！帅气！感觉在打篮球的。我以为你不拍了。可以。我就过去就很开心的，然后一群藏族小伙坐在那儿，很爽。然后我就过去的时候，很想跟他们认识，就这种。泽巴甲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。真的好酷！哇哦！帅！这发特别厉害。随便做。行。一推开门我就特别紧张，就不知道坐哪儿，然后也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场景，然后就特别紧张，不知道坐哪儿，就随便选了个位置就坐下了。单明杰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。加油，89！我漏了个脚，绝对是89。欢迎！单明杰。哎，胖哥坐这里。哎，帅，可以，你还是选择了我们。我当时觉得我来对地方了，
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，就会很温暖，很幸福。罗桑旦增，24岁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。如果要分组的话，我就可能。黎志坚措，32岁，青海省西宁市。来了。哦。真的。老师来了。黎志坚措，我老乡。黎志坚措认识，他是我们以前的老 OG 了，就是老的说唱歌手，就挺有名的，还一起玩过在音乐方面。然后没想到他这次来了。才让道吉，21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。来了。哦，也是帅哥。第一次来这就感觉很惊讶，突然感觉到那么多人，然后一个个都长得那么帅。巴尔扎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。不是。布瓦，24岁，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。来了，下次可以过来。哦，模特，好高，其实我。史勒尼玛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兴隆县。没有就他妈汉子多，中间只有这几个位置。你不是要跳舞吗？进来。啊，进来跳舞就算了，哎，真的。啊，我当时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我表哥花旦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也在，然后也有那么多帅哥和他们一起参加这次当红美少年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温珠曲扎，23岁，四川省甘孜州香城县。哦，看着人都晕了。哇，好紧张啊！那么多人看着我，天哪！这是节目组给我们准备的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贡科甲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下来就跳舞去。大马来这是吧？只剩几个了。当时我就推开门的时候，我就有点紧张那种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藏族的，可以算是明星啊那种歌星啊那些，有很多老师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有点激动。王尔丹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。
为你献上这个骗过我们西藏牦牛，也骗过了我们。谢谢。确实挺紧张的，觉得自己见识太少了，真的。不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不太优秀，真的。印象最深刻，一休问修，长得有点特别，因为在网上看见过他，所以对印象特别深。因为大家都不认识，所以可能有点陌生。尼玛次伦，26岁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。来了。算了吧。达桑嘉措，24岁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。他这个藏装帅的，有点意思啊。我第一次推开门看见各位少年的时候，先是惊讶，就是有一点点吓到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知道藏族有很多的帅哥，俊男靓女，但是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没有见过长得那么帅，有几位真的是吓到了。我其实对泽王仁真少年的印象特别深，因为他个子高，然后他的胡须也非常的。在40位少年里，非常属于比较独特嘛，对，比较吸引。索扎，26岁，青海省西宁市。最后一个 Justin。哦，阿莫就是他唱的。哦，今天的阵容好强大。是啊，哎呀，在这边，我过去。哦，好久不见。当时的感受是，我进去就那种，他们都会哈是那种，就觉得哇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出门，然后也就是有时候去演出啊，都是在后台。对，这次去参加这个节目，因为都是少年，特别优秀的，进去了之后，他们都会哦，你来了，就特别亲切，就感觉心里特别温暖。对。初次来到这里，见到我的偶像索扎老师，就非常的开心，就一直都听他的歌嘛，然后就初次遇见，没想到他也会来这里，然后就见到了，就非常的开心，就非常的惊讶。初见面的时候，我的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达桑嘉措，因为以前就是看过他的一些就是视频啊，然后一些音乐，我觉得特别有才，然后自己也想就是能够跟他一起，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就是就是节目中，可以跟他互动啊，或者是学习这样。索扎老师，还有采访萝卜，对他们就特别惊讶那种，他们都来了那种。我刚进门的时候，对那个胡子也很多的那个大叔很有印象，肯定是30多岁吧。然后后面吓我一跳，他说的是22岁。鲜衣怒马少年时，一眼望尽格桑花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卫视中国藏歌会特别企划《高原之宝》藏风美少年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杨林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杨旭。在四川卫视和康巴卫视推出中国藏歌会10周年之际，推出中国藏歌会特别企划《藏风美少年》，这是国内首档治愈系藏文化创新推广倡演节目。藏风美少年给你治愈且美好的少年之力。我一眼望过去啊，现场这么多帅气的藏风美少年，让我们感受到自己
也正当年，正当青春。是，我还是那个轻松少年，并没有改变。你看，这一个比一个帅。哎，但是中间那一位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大脖子，对，就是你。Hello， 请你起立好吗？你是觉得他看起来不是很像少年是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报上名来。我叫曾洪仁森，来自甘孜州鲁货县，我今年22岁。22岁，我年纪比他还大，有点成熟哈。我年纪比他还大，你小了好几轮啊。他才22岁，我比他还大2岁。我开始叫他大哥，后来发现原来是小弟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女生喜欢这样的长相，因为这是型男的标准。对。其实我是开个玩笑啊，旭旭，当你走进来这样一个场面的话，最吸引你目光的是哪一个少年？最吸引我的那个少年，就是一直在喝我们这个西藏牦牛纯牛奶的这位少年啊！为什么要一直喝奶呢？不是我吧？来，奶王，是我吧？请你起身，跟我们挥手，来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哇！珍珠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这个牦牛奶好不好喝？太好喝了，我只能用这3个字来形容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，一直在喝奶，想着克服自己的紧张的情绪？太好喝了是4个字。对，太好喝了，我只能用这4个字来形容。这个牛奶喝着就是有种解压的感觉吧，让我回到了故乡。因为这个牛奶跟普通牛奶不一样，很纯。对，就像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少年一样，是吗？是的。那能不能这样？我们来一个藏风美少年版的喝奶。欢迎藏风美少年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3位导师。金志文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。龚琳娜，中国新艺术音乐创始人、歌唱家。蒲巴甲，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、流行乐歌手。藏风美少年集结完毕，遇见少年初舞台见。在第一次公演之前，40位少年将围绕现场10个蓝色座位代表的队长席位展开争夺。未知的规则，未知的舞台，少年们依次释放藏风之力，打开这一切未知，以少年之名为家乡歌唱。万万没想到，原来这个位置是代表着那个待定队长，就是大家可以尽量挑战我，因为我的那个初舞台准备的不是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挑战我，我的那个胜算比较大一点。刚进去不知道，就一进去都是慌的，然后就紧张，才知道是待定这个队长的席位，然后就有些忐忑吧。还好没有坐上去，幸亏不是我。然后当时我特别后悔。我又庆幸自己没坐在那个位置上。我脑海里就是2个字：绝望。很忐忑吧？我坐在下面也挺紧张的，是很遗憾的。挺平静的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那种惊讶或者怎么样。其实真的还是挺后悔的，就已经就是按耐不住的想跟他们 battle。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藏风美少年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藏风美少年，献给你最治愈且美好的少年之力。遇见少年，我们初舞台见。请第1位少年贡曲华出列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选择珍珠。当贡曲华说要 PK 我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是晴天霹雳。晴天霹雳就是怎么能这么耿直呢？我举手他就选我，因为他看上去特别可爱，然后，
然后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也是想看一下他的精彩演出是怎样的。请进入初舞台。大家好，我叫龚旭华，我来自美丽的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在我的家乡，黑压压的牦牛和黑帐篷星星点点地分布在绿油油的草地上。每当放牧归来，走进黑帐篷，喝一碗解渴的酸奶，捏一碗酥油糌粑，休闲自得而舒心惬意。黑帐篷在，家就在。今天我把搭建黑帐篷的配件带到了这里，这就是我们藏族人关于家的藏风密码。这个好经典啊，这首歌。不管朋友来自何方，来自何方，请把醇香的美酒品尝。美酒品尝，一根根洁白的塔搭，架起我们友谊的桥梁，一声声扎西的泪，祝福幸福吉祥。哦，火光燃起了希望。唱得好啊！对啊，唱得真好。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开门红的感觉，洋溢着这个青春活力，然后热情，特别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藏族的这样的一个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我还没听够，哎，你愿意给我清唱2句吗？可以。哦，谢谢，好听啊，他的声音，而且你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忧郁，其实是有这种感觉，不光是热情，是，又空灵又自由，对。那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渴望舞台。家里面爸爸妈妈年龄老了，然后我的话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成绩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次来藏风美少年，然后我也是带着对舞台的这种渴望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现场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想给爸爸妈妈争一口气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是挺好，但是你第一个上场嘛，毕竟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点。所以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就放松，你就当我们几个就在你们老家阿坝县唱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突击切。高登切，高登切，土鸡切。我第一个出场，然后紧张，当时的这个歌曲，感觉还可以。我在屏幕里面看龚菊华的表演，我就是想说他应该就是不用看我的表演，直接坐过来就行了。
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。好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顿珠，我的家乡是水草丰盛、牛羊肥壮的西藏贡臼县。今天我带来了一头小牦牛，在贡臼，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只有这些牦牛会陪伴着我去触碰蓝天，去采撷白云，去仰望雪山，去追逐梦想。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，一定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天苍苍、野茫茫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生活。高山下的清歌，是这弯弯的河，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。蓝天下的相思，是这弯弯的路，我的梦都装在这心囊中。卡中特别的欢乐啊，特别喜庆。等待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，遇上你是我的缘，守望你是我的歌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就像山里的雪，莲花，就像山里的雪。Justly， 顿珠，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可爱，他们都这么说。但是我唱歌确实，我感觉还得有待加强。你很有喜剧性。其实我是一名演员，然后平时在剧场里面就是表演喜剧的。啊，那你应该选有喜剧色彩的歌。对不对？对吧？刚才他说了，我们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长项，避免自己的短项。其实有很多歌是非常幽默的啊，比如说那个法海你不懂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。就是说类似哈，有一些喜剧色彩的，我觉得如果你用起来，可能比唱这样的深情的会更加的擅长。谢谢老师。把表演用起来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应该是队长，我应该胜算还是比较大的。首先，我来宣布挑战者贡区华的得分82.3分。哇，不错啊，恭喜！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的是次人顿珠的得分。你觉得你的分数会高过于他，还是低于他？我觉得我的分数应该是在90分以上吧。对，90分以上。对。好。勇气可嘉，信心可嘉。好，次人顿珠的得分是77分。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请交换座位。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哎，各位少年，此时是什么状况？是我们第一位挑战成功的待定队长，我们掌声再次给贡区华鼓励一下。我10分钟都没有做到，我第一个就被 PK， 然后 PK 下来了，就稀里糊涂的就上去了。请下一位少年巴尔扎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要选择第一排 C 位。
那个大胡子先生。哦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我看他长得挺高的，但是我想说，来到藏风美少年，当然我是节目最高点。为什么挑战宗敖认真呢？是因为他那个位置，在我看过去，从我那个位置看过去，正好是 C 位，我觉得我就想去挑战一下他。我心里很慌，也很紧张。我想的是，挺尴尬的。如果是第一次挑战，就坐在边上就很尴尬。请进入初舞台。我叫巴尔扎，来自阿坝州马尔康市。今天我带来了家乡的一把美丽的藏刀，它是勇气和无畏的象征。我想和脱贫攻坚一样，改变家乡一些地区的贫困和落后，也需要这种勇气和无畏的信念。今天带着这份特殊的藏风密码来到舞台，我相信它一定会陪着我征战舞台，所向无敌。Get on my drive time， 不在话下，操作比都被下架呀，刹那间看清楚差距，并不要感到很诧异。Trap 轻松的驾驭 flow 都燃烧着杀气，代表着唱着都岔气，还不如要是个内句，1v1的我诗情画意，就很难擅长的大吉大利，配音的作品你能唱得起，想摆脱你的事都并不在意啊，不用去卖力都帮你代替，摆动我帅气你做一代，像一模技术的代理，拿下了这个赛季。讲个笑话，对手都怕，原地爆炸。看你造化，从容到家，好死到家。每天都飞行，把一切归零，前辈的水平都追平，这次先见到变化，偏偏的特色都偏偏炸。我跟我的后面是爱情，一路红到欧洲，不要眼红点的笑容，毕竟舞台感很好了。毕竟我也不是 rapper 高的，出卖几多代把伞，完全没点存在感，不是表现太慢啊，牛仔轮到转，看我咋个 cross over 过掉你们全部3分，所藏分为4大中心程度，最中间歌词写的太死，可能你们没有看清楚，兄弟走起来了。手洗白了，端正自己的位置，根本不是一个配置。看我下来的外壳其实 Ferrari。这是你的原创歌曲？是的，老师。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创作初衷啊。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应该算是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，所有的那种激情和那种当下的潮流所带给我的那种心里面想说的话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巴尔扎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这首歌，给我冲击力很强。我听到一个就是之前我总听到的那个藏族音乐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像你这个歌词里面，其实你有讲英文对吧？然后你有中文的汉语的部分，所以其实不妨你在里面可以加一点藏语的部分，可能就是我给你分数的话会更高一些。我跟你讲一个啊，我们藏族人最宝贵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很含蓄，会害羞，但是要做到一点是，当你上舞台的一瞬间当中，你把所有害羞含蓄的东西都要隐藏，这儿就是你就是王，你要做到这一点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扎西德林。可能在我自己的标准下没有达到那么好，但是当我就是回到少年的后场区的时候，我听我身边的人说挺炸的，然后台风各方面都还是挺酷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，我赢得了他们的 respect，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。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。大家好，我叫曾无人之，来自甘孜鲁货县。在我的家乡，耳环是送给勇气的勋章，可以为奋斗的人带来无限的勇气。
我的耳环是我父亲用家里最好的马给我换来的。晨晨的耳环不仅带着父亲的爱，更是带着家乡的祝福。带着家乡的藏方密码，我来到了藏方美少年的舞台，让家乡给我勇气，带我勇往直前。你看，我以为他那他胡子是不是粘了一下？音色还是节奏错了一点，很标准的那种康巴汉子的一个形象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你的职业是什么呀？就你的工作？我的工作是做模特的。哦，那么你们在做模特的时候，跟着音乐走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，对吧？要卡节奏吧？对对。而且你看，你知道你刚开始唱的时候，音乐那么长，但是你就完全在音乐之外，你没有在音乐里面。对。是吧？你唱过歌吗？原来？我是特别喜欢唱歌，但是我这个嗓音不怎么好，然后就。其实他的嗓音没有不好，恰恰你说反了，是因为嗓音非常好。对，嗓音是好的，只是我觉得你就是说你没有在音乐里面，就音乐一起你就要进入，就像你走模特步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一跟着那个节奏，你出来，你就要展示你的身材、你的服饰，你就要在那个里面，就要在这个道上。是。你刚刚完全在音乐之外，所以你的音调啊、节奏啊，全部都跑掉了。而且一定要注意呼吸，不要连着的不停的唱，唱完一句要呼吸，慢慢来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你三位老师，谢谢。我初舞台选的是阿妈，这个我呢是个单亲家庭，是09年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，然后后面就我哥妈都让我去读书，学费那些都他们给的。出的，然后我就世界上最感恩的是我妈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歌。我对那个泽王仁真的印象比较深，他特别符合那种康巴人、藏族人的那种审美，然后声音条件也不错，然后又帅。哇，这一轮比拼难分伯仲的感觉啊！我来宣布挑战者巴尔扎的得分72分。对这个分数你满意吗？是你预计的吗？比你的预期高了还是低了？低了。低了。对。好，自认为还是可以更高的，对吗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还要高一点。好，好，泽王仁真最后的得分是74.3分。自己其实预想的成绩可能在80分以上吧。因为我觉得，首先我自己足够自信，上舞台我自己足够自信，我把我该秀的，我把我该演的东西都演出来了。看到我的成绩以后，我的想法是，可能因为我是第2个出场的选手，也有这些因素吧。然后，
分数的话，可能没有我预想那么高，但是我会让导师看见我真正的实力。后期吧，我们慢慢走着瞧。我今天抱的更多的期望和期待，并不一定完全是在音乐上，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气质，他的淳朴，他的微笑，就完全可以打动你、感染你的那种。请下一位少年，一西罗布，请挑选你挑战的对仗。我要挑战泽荣真，刚才那位。当时我一站起来，有一点脑袋里边一片空白，然后我就，直接选了大胡子。请进入初舞台。我叫伊西罗布，来自四川省丹巴县，一个深藏于横断山脉中的世外桃源。今天我带来的是有着4000年左右历史的藏民族古老货币九眼石，又称眼睛石。藏族先民认为它是天神赐予的宝石，可以带来平安和幸福。来到这个舞台上，也希望它可以为我带来好运。然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。长太帅就是有错。肯定是太帅了，哥，求了，谢谢。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，让我昏迷。如果和你，就能不忘记你，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少年老成感觉。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的月光。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唱藏族歌？我藏族歌不太会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上舞台，特别紧张。第一次上舞台，那你为什么愿意来参加这个节目？我想着我现在年纪还小，我觉得这次是个机会。虽然说唱歌不太好，和其他选手比起来，我觉得我很一般，但是我就想尝试一下。初次站在舞台上的那个青涩是特别可贵的。我刚刚看到的，其实我没有因为你唱的歌而去怎样我，但是你的整个的青涩的感觉深深的打动了我。不行，太紧张了。好，这轮挑战已经结束了。那刚才大家也发现了，我们的分数啊，有的是有小数点，有的是整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把3位老师的分数相除，所以保留了小数点的后面的1位。就是为了大家的分数能够精确，能够真实，好吗？更加的精确了。好，挑战者一西罗布的最后得分是。哎，我想先问一下一西罗布，一西罗布，这，你为什么会选择要挑战他呢？因为因为他分数刚才就已经很高了，有人挑战他就没有成功，你为什么还想要挑战他呢？我害怕剩下的几位就更强，因为
我也不知道选谁，然后我就选了他。你这句话不就把他得罪了吗？一西萝卜，我觉得对本轮的挑战信心有多少？我觉得我肯定会输吧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上台确实很紧张。在台下的时候感觉信心满满，站到舞台上确实感受到你多少有点紧张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一西萝卜的最后得分是56分。没事。所以挑战失败，没关系。没事。还是一个帅气的少年。同样，我们也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任真。这结果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上台，内心特别的紧张。上台前我都想着别紧张，结果一上台还是腿脚发软。然后第一次我赢了，第二次也是赢了，前面赢了2次，这很不容易，对我这个成绩来说是真的。请下一位少年登巴扎西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要挑战的是龚曲华，第一位出场的选手。当时龚曲华的分数是最高的，80多分吧。然后我在想，我应该超不了他那个分数，然后我就选择龚曲华。请进入初舞台。我叫登巴扎西，来自甘孜州卢霍县，那里四季如画，山水间散发着远古的气息。雪域鹅色茶是我家乡卢霍的藏风密码，它是产自海拔3000多米、百年古树的珍贵茶叶。我希望将它带上藏风美少年的舞台，邀请大家一起品味融入在浓浓茶香里的我家乡的美好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。评委老师有胆子啊！这都敢起来，唱导师的歌，这么有实力。对，土巴甲的歌。在你肩上，真正的一夜，早已不记得电影有多么的感人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为了我的梦，你四处去奔波，怀着梦想，我离开了家乡。你曾说过会在这里等着我，风儿轻轻吹呀，多彩的金帆。坐在你旁边，你没发现他唱歌这么好听啊？挺惊讶的。云儿轻轻飘呀，蓝蓝天空上，格兰时空下，带着我对你的祝福，那一声侬个阿爸。你唱的是普巴甲写的歌是吧？对，老师对。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意义，就是含义，而且我刚刚后台知道普巴甲老师在，就特别紧张，真的，我知道这首歌对于普巴甲老师说特别有意义，所以我选的这首歌，谢谢。登巴扎西，首先该正气我，你唱这首歌，其实这个歌对于我来讲，就是每次听的时候会有一些伤感。因为应该就是11年前，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写给父亲的一首歌，因为我父亲不在了嘛。
所以，但是我这个歌词里面讲的所有都是我跟父亲真实的对话。他曾经答应过让他会在那边等我，但是当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我接到电话，就是他走了。所以他走之前你都没有见到？没见到。所以我大概有1年多没有工作，没拍戏。然后后来我妈给我讲了一个话，她说如果你这样的话，父亲在那边会非常难过，所以她说你应该要站起来，好好的保护我。我妈跟我讲，这样爸爸才会高兴。所以那个开始我就会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儿，跟别人讲说我爸不在了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现场听别人唱，所以我非常感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非常谢谢你。然后我有一些小建议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好唱啊。然后你刚才有时候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所有的投入，就是觉得今天唱的好不好，你应该把所有更多的东西要投入到情感当中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其实我唱歌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，但有一些人愿意听我唱歌呢，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愿意把所有的情感，融入到这个歌词和歌曲里面。对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很有压力，因为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导师，然后刚进去看见他很紧张，然后站在舞台上，我也不敢睁眼看着他，就闭着眼睛就在那里唱。通过网络看到很多人去唱这个《忆梦》这首歌的人，但是第一次在近距离在现场听一个别人去唱我的歌，我还挺感动的。但是我很感谢他，他唱的时候除了他歌声以外，更多的就是我会想念我的父亲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，观看合集，边看边聊藏文化，也可以进入藏风美少年话题页，参与藏风美少年为家乡代言最美藏风互动，与藏风美少年一同成长。登巴扎西最后得分70分，所以就是没有挑战成功。请下一位少年洛松丁真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想选的是彩白。我选择彩白老师的原因是，坐在队长席上，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，然后唱歌就很深情，就觉得自己要向他学习，然后向他挑战。请进入初舞台。我叫洛松丁真，我来自高原江南之称的甘孜州巴塘县。今天我带来了家乡的雪菊。在巴塘，我们用源自雪山的河水种植浇灌高山雪菊，它已经成为了乡亲们脱贫奔康路上的小帮手。雪菊是家乡巴塘的藏风密码，我有歌曲还有茶，你来听吗？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，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，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，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，夕阳照了一片，它眯着眼，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，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，现在已经回不去，早已流逝的光阴，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支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。忘不掉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放不下熟悉片段，回头望一眼，已经很多年的时间。透过手指间看着天，我又回到那老街，靠
在你们身边渐行渐远。哇，他声音很有特色。我看你的介绍是说你来自弦子的故乡巴塘，是吧？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弦子？弦子的话，就是我们巴塘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那些老一辈的他们都会制作那些弦子，是一个乐器是吗？对对对。谢谢。投机器。好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很棒，很棒。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。我是才白，来自青海省泽口县。在我的家乡有一片百香树林，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。老人们说，那是一片圣洁的树林，世世代代庇护着我们。这次离开家乡，姐姐用百香树的果子为我穿了一串项链，希望这串项链伴随着我的进步一同蜕变，在他们身上找到属于我的藏风密码。俯身向大地，背朝着蓝天，心中甜甜的云啊，我默默地念这条路，我会用这灵魂互相怀抱中一尘不染。远方有，远方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一路向祖辈感觉。远方有，像那种明星一样，在现场唱歌那种感觉啊。那就是群山之巅。那就是群山之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，对，好温柔啊。太棒了！我特想问问你的理想是不是想成为一名歌唱家啊？我的爱好就是唱歌。你知道你真的声音非常好听，而且高音也很松弛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沿着这个梦想走得很长的。谢谢老师。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？这首歌讲的也是自己。然后我从15岁开始就离开家乡。这首歌对我来说，像我们这种游子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在哪儿。我们的根在草原，我们是草原的孩子。真棒，真棒！我才明白，刚刚我为什么听你的演唱当中，无数次就是在鼻子在酸，然后眼含热泪，然后就是能感受到你传递给我的那份感动啊，就是你从小就出外那些经历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能够体会得到啊，所以这就是音乐是需要有经历的，有了经历，你表达出来的音乐就更加有灵魂。感谢你刚刚的演唱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也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谢谢老师。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。我从15岁开始就离开家乡，在外漂泊。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，像我们这种游子，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，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在哪儿。我们是草原的孩子，所以我当时就
希望用那首歌来表达，让他们知道我认识我家乡的美。他的表演一出来，我觉得非常有镜头感，非常有感染能力，我就喜欢这种男孩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表演也是非常棒。他的歌声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藏风美少年当中没得任何一个人的声音能比过他。先有请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宣布一下挑战者的得分。洛松丁真，你的得分是61分。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期待被挑战的待定队长才白的最后得分是95分。哇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目前的最高分呢。这个分数不光是目前，要想超过它，我觉得也很难。才白，想了解一下此时你的心情和感受，有什么话想说？这么高的分数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就这个位置一定是稳坐了？没有，相对于今天的自己表演来讲的话，表现力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好。然后，感谢导师们给我打了这么高的分，然后谢谢各位学员们、我的好兄弟们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挑战失败之后，然后就觉得心服口服。95分的时候还是有点惊艳到我了。那次我唱的时候，我表现自己来说表现不太好，但是老师却给了那么高的分的话，我还是心里非常满意。请下一位少年，白马木洛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想挑战的代理队长是坐在 C 位的陈王认真。我要选第一排 C 位，那个大胡子先生。我要挑战刚才那位泽王荣真。我想挑战的代理队长是坐在 C 位的陈王认真。虽然我知道他的分数很高，而且长得也很帅，我就是喜欢挑战困难。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是我坐的，所以因为我就喜欢比较挑战有困难的，所以我就是想挑战。请进入初舞台。好，来。我叫白马木洛，是甘孜州康定市的一名警察。一首康定情歌，让美丽的康定走向了世界。今天我带着印有享誉世界的康定情歌吉祥海拉来到这里，把来自康定的祝福传递给每一个人。这次我应该是。谢谢老师。迫不及待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看过你的视频，
我看过你在下雪的时候在折头山上执勤的那个视频，哦，你很火哎。向你致敬啊！其实大多数了解我的都是通过一张照片，但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事坚守岗位。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呢？是想更多的人了解康定。康定不只有康定情歌，还有折头山、塔公草原、木格措，以及每一位热情洋溢的康定人。为家乡而来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对，老师。向警察致敬。你平时工作忙吗？我们平时工作挺忙的，折头山车流量很大，我们主要负责交通保障，还有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。我很被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啊，你因为根本不是一个歌手，应该你没有上过这样的舞台吧？对，我之前没有过舞台的经验。所以你今天也算是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认真的唱完一首歌，对吗？对的，老师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有一个心愿，我特别想教他唱歌。我觉得你的节奏感啊，你的舞台表现力都是有，但是你缺乏一些方法。我如果能教你唱歌，你就可以教给你们身边的其他警察一起唱歌，好不好？对，老师。我希望你后面的表现会越来越好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也当时是新闻去看，然后在偶然的一次，我有看到了他啊，我就觉得很帅啊，然后又是我们人民警察啊，在那种环境下，就给我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，首先给我一个视觉上的很大的冲击力。我看资料上对上号了之后就很兴奋啊，很开心啊，看到他本人，然后本人其实比视频和照片上还要帅，然后今天他又是前几个登场，然后今天是他首先是第一个最放得开的啊，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，当然就是让我自然的就很兴奋。对，我觉得他站在台上啊，真的是有一种警察那份儿，就是很有正义感。虽然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完美，因为他这个不是他的职业，可是他站在那里从容不迫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哎呀，我好想教他怎么用嗓子，因为他的味道，藏族歌的味道是他的优势，那个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教给他怎么用气啊，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些歌唱得更好。这样的话，在他的岗位，他也可以在其他的警察一起唱，因为他们的职业真的很辛苦，所以需要音乐。我想以少年之力为家乡宣传，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美丽的情歌故乡康定市不只有康定情歌，还有美丽的折头山、塔公草原、新都桥、木格措，以及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。哎，白马，现在你平时上班还是一名交通警察是吗？对的。你的视频已经在网上非常火了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其实刚才在舞台上你非常的帅，你在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作为一名交警的时候，在雪峰当中为我们指挥交通的时候更帅，为你点赞。好，谢谢。杨林，在你夸他的时候，我有发现人真深呼吸吐气，深呼吸吐气，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对，我有点紧张。在中国古语叫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你已经是第3次被挑战了，你觉得今天的位子还能够坐稳吗？我觉得没啥希望。你还有信心吗？我觉得他心里应该一直在打鼓，为什么都选我呢？有那么一点点。好，来看最后的结果。少年白马木洛的最后得分是84.3分，挑战成功。有请白马木洛登上我们的队长席位。白马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能者居上，欢迎大家挑战。
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兴奋，然后，我从小我自己的预感都挺准的，所以感觉还是蛮兴奋的。因为从一个不明显的位置到一个做到一个 C 位，我觉得我是没啥希望，但是没事，我前面还是定了2个人，输赢肯定会有的。这次我不行，我下次肯定行的。请下一位少年，布瓦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挑战就是刚进队长的那位阿 Sir， 白马部落。挑战的是那个白马部落，就那个交警对那个整我认真，我跟他比较熟，半开玩笑那种，我就想的是，不管输赢，反正就试一下嘛。请进入初舞台。加油！我叫布瓦，来自格萨尔文化艺术之乡色达。今天我带来的是一顶藏戏帽子。色达藏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是北派藏戏的代表。在色达，几乎人人都能吟唱。色达藏戏就是我家乡的藏风密码。我将藏戏帽子戴上藏风美少年的舞台，希望能以少年之名，将色达藏戏唱给更多人听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老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骗自己吗？只怪我当初没能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。谢谢。哇，布瓦唱第一句，哇塞，我的鸡皮疙瘩就起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歌手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一个模特。哦，你是在你们家乡？在外面就是自由模特那种。自由模特啊，就接什么时装周啊，什么平面拍摄之类的。哦，怪不得他在舞台上很自如哈。那唱歌是你的喜欢？就兴趣爱好吧，自己平时爱听一点。那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？就是可以，代表我的家乡色达，美丽的金马草原，然后代表我的家乡出来表演这次节目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家乡色达，希望更多的人来我们家乡做客。不啊，我觉得你的音色其实挺好的，讲话的声音也好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你在舞台上是相对来讲最从容的一个。当然有一些可能小紧张。刚才你指着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指着龚老师的时候，没有，我说只有你的时候指的龚老师，没有他的时候指的别人。哦，对，指的他，对吧？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时候你的眼神可以再坚定一点。如果你在看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聚焦一个地方，不要散。因为你是模特，可能也知道这一点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在观众在舞台上唱歌，你不敢看一个观众的时候，你大概看一个地方，你就要很坚定的那个地方看，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样可能会不会更好？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是，好，谢谢。你形象也非常好啊，非常帅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就是其实比较希望就是在模特这个行业可以走得更好一点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，观看合集，边看边聊藏文化，也可以进入藏风美少年话题页，参与藏风美少年为家乡代言最美藏风互动，与藏风美少年一同成长。布瓦的最后得分是80。80几？还让你快一点。3分。哇！啊，好遗憾，有点遗憾哈。
差一点点。请下一位少年，单明杰。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我想挑战一下这位长得很像彦祖的康明多吉，可以吗？彦祖，冇问题啊，冇问题。我和他已经聊得比较熟了，我觉得挑战他们的话，我不是很熟，然后我就觉得挑战他，我也跟他提前商量过了，我说我可以挑战你嘛，他就说好了，我们就商量好了。我自己想的也是，早一点人来选择我，看一下自己的成绩。请进入初舞台。大家好，我叫单明杰，我的藏语名字叫做昂旺斑鸠，我的家乡在酥油茶最有名的地方，四川德格。酥油不仅是家乡人最爱的食物，还是礼仪和情节。我今天带来的藏风密码是德格酥油球，甜而不腻，纯而不过。来到藏风美少年的舞台，我想将家乡的鲜美娓娓歌唱。走钢索的人，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去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。我平衡不了，躲在我心里的苦。我要给你幸福，你不在乎。你爱不爱我，会决定我下一步。往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。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为了再右手，谁又会同情我？你刚才有一个地方稍稍扭了一下，我觉得你肯定别说胖，但是你肯定会跳。可以来，可以，你要想看一段吗？我想看一下。行，那就献丑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太可爱了！一上台就给人带来快乐哈。谢谢。是啊，但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放开呢？你能不能到时候让带你其他的兄弟啊？我就是太脸皮厚了。没有。那你有什么理想？我有理想的话，就是我想成为龚妮娜老师你这样的艺术家。哇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往这个目标努力啊。好，谢谢。我有个问题问你啊。请问。你觉得你是美少年吗？我觉得有的时候一种美并不是浮现于表面上的美，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，有的时候美是往里面去发现，它会越来越美。就像
虽然外表很宽，里面真的是有一颗弱小的心灵，还是很美的。慢慢去品的，对吧？对，其实我认同你啊。好，谢谢金老师，谢谢普巴德老师。我其实对跳舞这件事啊，我是很喜欢跳的，但是我怕被别人看见，因为你在想，我又那么胖，你觉得跳就像不像一坨五花肉在动？你见过那种果冻吗？果冻跳舞就是咚啊啊啊那种。I know。哎呀！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。大家好，我叫康平多吉，来自凉山木里。在藏语里，木里代表着蓝色的月亮山谷。今天我带来家乡的野猪牙吊坠。在木里，野猪牙吊坠是对勇士的馈赠。这串家人给我打制的野猪牙吊坠，陪伴着我长大，给我勇气。我想把它带给我的勇气带上这个舞台。我想让我的家乡听见我的声音。建一段空线，开着我的越野车车，带着我的伙伴来到这草原，翻过高高雪山，望了龙大峡谷的街边。我用我独特的语言，你进入我的。王者这个发型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。哦，站在路边对着我的镜头笑，样子有些腼腆。帐篷前，狼人晒的时间眯起了眼，样子快要睡着，可是嘴还在念。手机这个唱得好，还可以呢。家中的歌是谁把美丽卓玛变成了歌？美丽姑娘卓玛拉，我也唱过许多的歌，自己的歌和别人的歌，可此刻我想唱这首欢聚的歌。我从年老种种，我来从西哟，用心给加拉马东。他长得还真的挺像吴彦祖。燕子，我觉得他的五官长得还真的像，还真的像。太可爱了，少年之力我给你打了满分啊！太有少年感了，少年之力。怎么会？你感觉他怎么有少年感？我以前见到你之前，我觉得我很年轻，但是看到你刚才的表演，我觉得我好老啊。所以这个少年感太强了。吴彦祖跟王力宏的对话，这是一个对你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我小的时候其实都没有，四川卫视还没有这种节目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，让你可以展示自己的家乡。但是我觉得说实话，因为二位老师呢是对藏族歌有些不了解，像这首歌我也以前也听过，所以我觉得你准备是没有那么充分的。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呢？因为你本身有这样的条件，那你要珍惜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，你这个歌最起码你得要听上千遍以后，你有可能才完成好。现在你这个呢，可能每天听，但是没有投入，每一个节奏、每一个发音的位置、每一个词儿，你可能都没有研究过，对吧？所以要年轻少年加油啊！好。其实他唱歌好像我印象当中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他少年感我为什么要给他满分？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向上的感觉，他的笑容也很灿烂。那我是希望可以鼓励到他，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面的鼓励，让他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。看完康平多吉的草原越野之后，我还是很敬佩的，还是很好听的。因为人长得又帅，歌又唱得好，就真的给我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我是不是挑战错人了？那种紧张感就油然而生。好，斑鸠，来，这两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初舞台，掌声送给他们。谢谢两位，非常精彩。斑鸠。你作为我们舞台上最重量级的一位少年啊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么瘦小的兄弟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他长得比我帅。好，这属于胖子的报复。问一下我们的多吉，你对刚才的表现满意吗？我觉得
一般，还没有做到更好的自己，还可以更好是吗？比较紧张。好，二位请坐。斑鸠的得分。好，斑鸠的得分是79.7分。哇，还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啊，不错的分数。这个79这个分数，我就来自于你在舞台上扭一扭，啊，还有这一套，厉害啊！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待定的队长汤平多吉最后得分。挑战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胜过他一点吧。汤平多吉最后得分73分。所以本轮是挑战成功，交换位置。交换位置。好，恭喜斑鸠坐到我们的队长席。我当时是一种开心、紧张，然后那种混合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成功了，还有一方面是我要坐到那个位置上，我又很可能被别人挑战，我又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坐不久，你知道吗？当时被斑鸠挑战下去，心情还是比较沉重，因为自己在舞台上表现也没有那么出色。在自己的偶像面前唱偶像的歌曲也做了一些改动，这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如果在一个山坡上，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，你要是这样弹着琴跟我唱，我一定会爱上你。我第一次上台演出，也是我妈妈人生中看过最后的一场演出。哇，太帅了！哇塞，疯狂，我的心也跳的。我说实话，我见过藏族男人里面最帅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有型的人。唱完歌后进场的时候，他不是唱了一段藏戏吗？然后我当时是激动的无与伦比吧。